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。我係小青，終於可以用廣東話同大家喺 podcast 度慢慢傾偈啦，好爽啊！係啊，2026年1月1日開始，我哋節目大革新，正式推出廣東話 podcast，算係新一年送俾大家嘅禮物啦。好多人都問點解拖到而家先做廣東話版？明明台長 Betty Lam 本身就係土生土長香港人，應該早就講廣東話啦嘛。其實一開始都有試過用系統內置嗰啲 LLM 幫手寫廣東話稿，不過出嚟啲字好怪啊，唔似香港人講嘢，仲好似有啲鄉音添。係啊，有啲稿睇落去好似機翻普通話咁。你好，請你收聽，完全唔接地氣。Betty 睇到都頭痕，心諗咁樣點樣同聽眾拉近距離啫？所以嗰陣時佢就好猶豫，寧願繼續用普通話同英文做節目，都唔想硬硬地出一個怪聲怪氣嘅廣東話版，驚大家一聽就走。直到之後佢自己慢慢研究 technical 嗰邊，解決咗一啲叫 vibe coding 嘅 programming 問題，先至發現原來可以揀一個對廣東話比較 friendly 嘅 LLM。換咗個模型之後，啲稿終於似翻人講嘢，會有咁啦喺度咩事啊？呢啲自然口頭禪唔再係書面腔，Betty 先至安心拍板話好開廣東話節目。其實呢個過程都幾有意思，表面睇好似淨係技術問題，背後其實係關乎語言同身份認同。講廣東話係代表我哋點樣睇自己？冇錯，尤其係而家好多平台都偏向普通話同英文，廣東話內容越嚟越少。如果我哋都唔堅持用，慢慢就真係會被邊緣化噶啦。所以 Betty 成日同我哋講，做呢個 podcast 唔只係想順便用廣東話，而係特登揀用廣東話俾你喺通勤煮飯 hea 緊嗰陣，聽到一把熟口熟面嘅聲。之後我哋都會用廣東話傾下職場、生活、科技、心情故事，間中再同大家分享下背後點樣用 AI 工具去整節目，等你知道科技其實可以幾貼地。如果你都想我哋之後講啲咩題目，或者對廣東話節目有咩諗法，歡迎留言俾我哋，俾啲方向，我哋一齊玩得開心啲啦。今集就當係我哋廣東話版嘅少少開場，同大家交個代，解釋下點解會有依家呢個變化。多謝你聽到呢度，希望茶餘飯後可以成為你日常生活入邊一個舒服嘅聲音陪伴。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慢慢傾啦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